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9月28日沙田日賽圓滿結束，今日有3個練馬師開齋，分別有徐宇石、丁冠豪、季福特。丁仔、阿福仲開齋兼起馬添。暑假期間見到季福特收嘅馬並唔係好多，大部分收翻嚟嘅馬匹都唔係評分特別有利。但係喺9月份嘅賽事裏邊，見到季福特派得馬上陣，都見到佢嘅參戰馬唔打得都睇得。今日仲要開齋兼起馬，可以見到呢一位今季開倉嘅練馬師實力都會翻咁上下。相信嚟緊季福特馬房都會吸引一啲新馬加盟，亦都係我哋馬迷之福，有多一個鬥志鮮明嘅練馬師。至於我哋今日重點嘅推介馬，祝願順利勝出，同埋副選嘅推介成績都唔錯，希望可以幫到摯友們贏錢啦。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亦都會提供10月1號國慶賽馬日嘅心水。今日仲會加料俾摯友們，記得由頭睇到尾啊！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一齊以小博大，刀仔鋸大樹。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就記得訂閱啦！深立演藝特約，上將有好嘢。今日呢一匹備忘馬有幾個理據係值得我哋記得佢嘅好表現嘅。首先，初次增程，步速快之下都入3甲。第二，全程蝕位，所負頭馬不遠。第三，以3歲之齡孭重磅130磅都可以入到3甲。呢一匹馬就係第11場告登尼馬房嘅美麗星辰。美麗星辰排住4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雖然佢排住個4檔，理應就好快可以攞到貼欄嘅位置競跑，但係可惜內側就有啲馬頂住佢，而喺佢嘅外側嘅馬匹又同佢喺前面鬥搶，搞到頭2段嘅段速都相當之快。加上美麗星辰全程有望空蝕位，以為佢入直路嘅時候會好似同佢跟前跑嘅金聖名區一樣急劇墮退。到大約最後300米，見到美麗星辰嘅餘勢，以為佢有機會取勝，但係之前嘅步速實在太快，全程又蝕住位跑，咁樣都可以頂住第3。相信呢匹美麗星辰今季大把世界。近呢幾年，好多練馬師都好中意派馬去外國參加一啲嘅國際1級賽，我覺得對提升馬匹嘅水準有幫助之餘，亦都可以俾外國嘅賽馬團體知道我哋香港嘅賽區係可以立足喺國際馬壇嘅。而成績比較突出，就一定係嚟自沈集成馬房嘅浪漫勇士。呢匹前季嘅馬王雖然喺沙地嘅賽事裏邊只能夠入圍，但係對於初跑沙地嘅佢已經算係好好成績。但係浪漫勇士喺海外嘅成就可以話係前無古人嘅。佢喺日本贏咗安田紀念之外，同埋澳洲一項好有代表性嘅賽事國士盾，佢嘅鬥心相信摯友們都一定歷歷在目。今次練馬師大衛希斯決定派嘉應高升去參加澳洲短途最高榮譽嘅賽事珠峰錦標。所有參加嘅馬匹實力都相當強勁，騎師麥道朗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有能力將潘頓手上拎翻半個獎杯翻嚟。唔單止係咁，威利係喺澳洲有一匹實力強勁嘅賽區，到時可以同嘉應高升一決雌雄。當然我自己就好想嘉應高升揚威海岸啦，唔知到時嘉應高升係咪好似喺香港跑嘅時候咁輕輕鬆鬆咁捧杯呢？而我哋今次嘅重點推介馬正正就係嚟自大衛希斯嘅馬房，佢將會列陣3班1200米嘅天星。呢一匹嚟自澳洲4歲嘅 PPG， 今季係第2季喺香港上陣，佢嘅表現都尚算穩定，出6場5場都有獎金。除咗演出準成之外，佢都有幾個重點令我揀佢成為今次馬迷智嘅重點推介馬嘅。天星喺上季407場次初出就即刻贏咗，喺當日3月9號嘅賽事裏邊，絕大部分跑得好嘅馬匹都要守住喺中間或者後上嘅方式而攞到好成績嘅。而天星係唯一一匹由頭放到尾而贏到嘅馬匹，可以話係有反趨勢嘅表現。之後大約相隔1個月左右再出，以為可以添食之際，可能馬匹仲係年輕，一出閘冇幾耐就被一匹同佢差唔多跑法嘅海藍寶霸咗條欄，令呢一匹年輕馬跑落去冇咁灌注，最後只係攞到1席嘅亞軍，表現都尚算合格。喺之後嗰幾場，騎師同練馬師都開始想教天星用稍流嘅跑法嚟跑，由於天星未完全成熟，試下用唔同跑法嚟跑都無可厚非嘅。所以喺用稍流嘅跑法嘅賽事裏邊，天星都係走勢接近，但未係完全展現到佢嘅潛能出嚟。直到今季嘅初出喺009場次初帶羊毛面箍上陣嘅情況底下，唔單止做到快過3班嘅標準時間，亦都成功教識到天星流力展開強勁嘅衝刺。天星排住5檔起步，可能初次帶咗羊毛面箍，出閘嘅反應就一般。但係騎師希威森並冇刻意將天星搶喺前面嘅位置競跑，反而將天星稍留喺5、6嘅位置，跟住目標馬燈膽將軍咁跑。呢一個戰術相當成功，燈膽將軍沿途都幫天星做咗個遮擋。喺轉彎嘅時候，天星決意拉出去大外檔，蝕住位咁發力，希望可以走甩。可惜燈膽將軍實在太厲害，天星只係能夠用稍流嘅跑法攞到1席嘅第2。雖然係咁，佢嘅姿態、斷速時間都非常出色，加上今場嘅對手比上一場更加遜色，相信今次可以成功攞到香港第2 win 啊！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呢一場我哋要天星哈羅威10號
百威多贏13號廚神。今集開始，我都會盡量多加解說呢一場副選心水排第一隻馬匹嘅選擇原因。而我哋呢一場嘅推介係嚟自呂健威馬房嘅做好自己。佢今季初出005場次裏邊，可以話有反趨勢嘅表現。皆因9月7號嘅賽事係好不利放頭馬匹嘅，而做好自己就用跟前而步速不利嘅跑法都有第三，能力非常強勁。做好自己排住7檔起步，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但係騎師董明朗就好刻意將做好自己擺喺前面嘅位置度競跑，本來呢個做法係好合乎馬匹嘅特性嘅。但係成功搶頭嘅加州勇士好似癲咗咁樣，頭2段嘅段速就快到飛起，跑1000米嘅第2段居然可以少於21秒。雖然做好自己冇同佢喺度癲，但佢所做嘅段速都已經好快，去到最後300米，加州勇士開始腳軟。但係做好自己仲猶有餘勁，去到最後200米，以為佢可以成功贏馬之際，點知礙於放得太快，當日又不利放頭，俾賺咗步速嘅星運笑着旋風傳奇衝過，攞到一席第3。但我覺得佢個表現非常有質素，雖然今次縮程跑，相信可以用卡士搭救，順利贏馬。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呢一場我哋要2號做好自己8號高錦14號新力驕7號非凡時刻。民以食為先，辛苦揾嚟志在食。平日返工，公餘時間仲要跑馬咁辛苦，梗係想食翻餐好嘅去慰勞下自己啦。位於金巴利道 The Vigo 入面，無論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咬落去皮脆肉嫩，香脆多汁，平民價頂級之味。食翻隻美味炸雞髀，贏馬過關易到痹。而家摯友們有福啦，快喺馬迷誌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 The Vigo， 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摯友們萬勿錯過啊！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訂閱、撳埋個鐘仔，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作深入嘅賽馬交流。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祝大家贏多啲，我哋下集再見。